有吃什么特别的吗？今天就没怎么吃。吐的都只有黄胆汁了。站都没力气站了是吗？有月经吗？最近？礼拜一来的。礼拜一来的啊。等会儿呢，就是交完费之后啊，把血送掉，然后呢就是去做 B 超，导 CT 去。那个他妈妈，你先去交费吧。那个，你妈妈现在不在嘛？我想问你一下，有没有过就是跟男生的这种行为啊？没有过是吧？也有人欺负过你吗？没有过啊，确定啊？像这个孩子12、13岁，正处于青春期啊，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要看一下，就是有没有常见的内外科的腹部急症。除此以外呢，还需要考虑有没有青少年女性相关的这种生殖系统相关的妇科急症，包括卵巢囊肿啊、卵巢扭转、盆腔炎、痛经这些。那像这种月经来了2、3年的呢，我们还需要警惕会不会有异位妊娠的可能，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宫外孕。